呢排都仲有朋友仔問我究竟危疾係有咩用㗎？菠蘿媽媽今日放假得閒拍片啊，而家講俾你聽。成日都話要危疾賠償，你又知唔知賠咗嚿錢真係可以點樣使呢？唔係淨係俾我睇㗎，危疾賠償等於自由發揮。醫療開支咧，你都要揾錢醫㗎嘛。家庭開支咧，供樓、管理費、仔仔女女學費、康復開支，你都要補身治療啦。收入中斷、大病唔通，你仲做到嘢？咗唔係最驚醫唔好，係最驚冇錢醫，仲要供樓點算？份工冇咗點算？唔通仲食300咩？香港人4大死穴：醫病、供樓、冇人工，所以話一份夠保障危疾，隨時都係你嘅江湖救急錢啊！主要幫你搞掂4大範疇。第一，梗係幫你找晒所有醫療嘅開支啦，話明危疾、手術費、電療、化療，就連李嘉誠咧最新嘅碎髮機養和醫院都有得做，我哋都有包埋㗎。講緊幾十萬一次療程，有咗呢嚿錢，醫療就有希望啦。政府醫療癌症啊都要收費啦，仲要排期排到2046。第二，幫你頂住頭家，層樓唔會因為你病咗而唔使供㗎嘛，或者保責費、電費、水費、煤費呢嚿錢就會係你嘅替工啦。第三，病完個人都弱啦，咁都要食好啲，物理治療，甚至仲要有一個人照顧你添。餐餐食公仔麵啩，呢啲都包埋。第四，最實際就係代替你份糧啦。你冇翻工，你老闆都唔出糧俾你啦。呢嚿錢你可以安心喺屋企養病，唔使擔心冇錢開飯。講到尾就保障嘅唔單止係你個病，仲保障埋你同你屋企人生活，唔使因為一場病搞到成頭家同個人生活都亂晒，咁就係最大安心啦。保障你，保障埋你頭家。想知點樣幫自己同埋屋企人 set 個安全網煙波鎖啦？又或者掃下面 WhatsApp link 啦，唔使錢㗎。